時間古代，地點皇宮，人物國王、紅日、孩子甲、乙、丙等。莫啟，全國各地的孩子們來到了皇宮，他們每人手上都捧着一個花盆來見國王。國王：孩子們，我很高興今天再次見到你們。上次見面的時候，我曾經給你們每人一顆種子，並且說過，誰能用這顆種子培育出最美麗的花來，就可以繼承我的皇位。疑惑地：孩子們，你們真的把種子種出花來了嗎？孩子們大聲地：是啊，國王。只有紅日低着頭，默不作聲。國王：好，讓我瞧瞧吧。孩子甲指着花盆裏的鮮花：尊敬的國王，我把種子種在名貴的花盆裏，天天澆水，所以種出了這麼嬌艷的花來，希望國王你好好欣賞。國王平靜地：謝謝。孩子乙：尊敬的國王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種出這麼艷麗的花來。國王，你一定要仔細看看啦。國王冷冷地：謝謝。孩子丙：尊敬的國王，我不但用了最好的泥土和肥料來種花，而且還向花匠請教種花的方法，所以我種出了這麼美麗的花獻給你。國王冷淡地：謝謝。孩子們逐一捧着花盆走到國王面前，興奮地展示着漂亮的花。到了最後，輪到紅日了，他捧着的卻是一個空花盆。國王：孩子，你怎麼捧着一個空花盆啊？紅日傷心地哭了起來。國王，我把種子種在花盆裏，用心澆水，可是種子怎麼也不發芽，沒有半點兒開花的可能。我只好捧着空花盆來了。對不起，我辜負了你的期望。國王高興地笑起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要找一個誠實的孩子當國王。你是誠實的孩子，我就選你做將來的國王。孩子甲滿臉疑惑：國王，你為什麼選紅日當繼承人啊？孩子乙、丙滿臉疑惑，異口同聲地喊起來：是啊！國王：我發給你們的種子都是煮熟了的，根本就不會發芽開花。為什麼你們捧來了美麗的花，而紅日捧的卻是一個空花盆呢？因為在你們當中，只有紅日是個誠實的孩子，懂了吧？孩子們面紅耳赤。哦。幕下。